昨年来到汉南界对法理解题，强用对法理解每日图片老顺认同两种题型。因为每题的对话理解题目都比较长，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记忆跟理解。因此，我们要利用题目播放2次的机会，分阶段来解题。按理走的按用走，跟单选题一样。如果是图片题，我们不用等音档。首先看图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有什么选项，让自己有心理准备。听第一遍的重点，我们要放在题目最后问什么，因为音档在第一遍播放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来不及听清楚全部的内容，所以可以先记下最后的问题。等到听第2遍的时候，重点就要放在前面对话的内容关键词，才能顺利的选出答案。现在我们就利用刚刚的策略来做这道图片题。第一，先观察一下这3张图。第一张看起来像是水灾，走太水。第2张是风很大，风动台。第3张是下雪，落雪。接下来我们来听第1遍的音档。前几日水落冇天，通讲一眼冲，系么？系啊，通讲天板天课咧。请问做乜解会天板天课？大家还记得我们听第1遍音档的时候，重点要放在哪里吗？就是最后的问题。请问做乜解会天板天课？为什么会停班停课？所以我们第2遍在听的时候，就要去对话里面找停班停课的关键原因。前几日水落冇天，通讲一眼冲，系么？音档说前几日水落冇天，前几天雨下个不停，最有可能导致停班停课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水灾，走太水。所以答案会选第一张图。